台东鹿野良田村有一栋日本所谓嘅企业厂，差唔多係更加嘅乡公所，有90年歷史嘅，唔過向向本人拆黑，經過村民聯署澄清，總算保留下來嘅。裡面村民同樣落戶買下來，還申請做歷史建築，靠民間嘅力量來募款、募料、請人工，自家來賺估值。一群人將能搶下來參加，唔單止留下為屯落戶嘅美好記憶，咪保存嘅地方歷史文化。1922年的时候，就是大正11年的时候盖啊。那它这一半是区长宿舍，那另外这一半呢是这个区域场办公室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门，有没有？这一个门槛，这是一个门，在这个地方啊。它进去呢，里面就是水泥地面啊。那摆了2、3张的办公桌啊，在这边办公。一棟90年歷史日本式建築鹿野企業廠，喺台東縣鹿野鄉良田村，係日本所謂企業，咪係當時鹿野地區行政署長嘅辦公室同官邸，鹿廠係也下為鄉公所。鹿野企業廠咪係台東縣唯一恆存到為日本時代企業廠建築，談論時代嘅改變，一隻嘅是係鄉公所嘅功夫延續下，下後병移風嘅幾多年，還是公愛拆黑。这个鹿野区域场呢，其实已经是台东县最后一所区域场，所有的其他的全部都拆掉了啊。那差不多6年前就听说乡公所要把它拆掉，因为它官司败诉啊，所以它必须拆屋还地，还给台糖公司啊。我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就马上发动村民联署陈情。鹿野企業廠旗下擺渡到愛拆嘅領域機，希望居民中頭近日上愛爭取留下來。天面係由良田用一筆保育協會出面提買下來，還申請做歷史建築。那經過90年，你看這個木架，這個結構多漂亮啊！說真的這樣要把它拆掉，我覺得實在是真的很可惜。哎呀，如果真的給它拆掉，就太可惜了。對。將歷史建築係國泰嘅工廠，唔過良田用一筆保育協會，拆嘅天唔向政府單位申請補助經費，變到向民間請志工、請材料、請收費，希望大家向下爭取村民老實獨行嘅落戶嘅。如果透過公部門的話，當然可以得到經費的協助，可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，而且要怎麼整修的方向，往往都不是我們能夠掌控。修出來的東西也許並不是我們想的這樣哈。沙期居民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韓國有改投資公有心，把上福黨拆係 Q 號嘅來開市場。蠻刺激的，所以後來我們連那個登山繩都用上去了。因為當初那個屋頂是用那個金屬板啊，所以還蠻滑的，所以我們事實上以前沒有這個經驗，所以就是硬着頭皮上去。不過後來也覺得還蠻好玩的，經由這個參與這個過程，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也學到很多了。而且超過50歲爬屋頂真的是有一點點比較緊張一點，但是為了古蹟，還是要試着把它整修完了。這個年紀再不爬，可能往後更沒有機會可以爬，因為人會越來越老。我們希望說，這個是大家的區域場，除了大家可以來使用以外，那麼在前面的這個整修方面，也希望很多人來參與。那有參與的時候，他就會有感情，他會有感覺，
他说啊，这个地方是我帮忙弄的，啊，这个屋顶是我帮忙拆的。唔过起义从杜康单单如係木錯嘅集算也都冇相講，假使唔係熱情就要才跳做嘅。我有經驗嘅老木匠師傅能有法度，前面有錢，總算錢到70人嘅老師傅仲用慢很來吞漲。今日愛丈夫是健康條件嘅健康，就看到師傅認真嘅睇重量，一時就唔敢輕踩。以前他那坎太高啊，现在要改稍微降低一点。我老人家脚步没有体力那么高，不方便上下，所以现在改比较矮，多1、2坎出来这样子。这个又不是现在说我那个教丈夫扶一扶，系一系，抱一下就粘下去，敲一敲就好了。这个不是啊，这个1分1厘都要经过量过啊，没办法，没有跟他原来的原型。他要追求原貌嘛。现在新的师傅，我找到50几岁都不敢修，他们都不会。那这屋梁要怎么去换，怎么去接，啊，这个都是要那个老师傅才会，啊，就幸好要找到他们，我们才能够解决。愛上歷時間活唔單止時間重要嘅，還愛掙到錢。初步按算愛200萬元，嗰所沙期發起義賣發通來種錢。今年的元月19號。我们就开了一个义卖会，啊，拍卖会，啊，让很多人捐东西给我们来义卖、来拍卖，啊，然后呢，也有很多人来摆摊，啊，那卖的钱呢，有的人全部都捐，啊，有人把成本扣下来以后，其他的捐出来，这样，啊，所以我们在今年元月19號就募到了80幾萬。唔易市政府騰出資金，地方居民自家想辦法來保存古蹟，天天內數古老屋，韓國看得出龍田村民一啲歷史文化有幾珍貴，一啲好食嘅。因為本身也是住在這個社區嘛，那我想說，只要住在這個地方的人，應該每一個人都可以盡一份小小的力量，也可以讓這個整個社區的結合，而且每個人聯絡的情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，真的是看到了老房子的美，還有真的尊重它的文化價值嘛，對，然後再加上就是發起人，因為發起人的理想感召了我們嘛，對，所以就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就是說硬體這種東西哈，其實遲早都會歸於塵土了。不過我覺得說，社區借由這個保護這個歷史的這個遺跡哈，歷史的記憶，這樣產生那種凝聚力，我覺得是最珍貴的。所以我就很支持這個行動這樣子。種旗下過9多年的老屋的老樹會，有村民一定層面感情同理想，歷史古蹟愛維護雖然無掩蓋，不過也勸民眾悄悄共下，用自己的力量來創造一個有生命的故事。